Samsung Galaxy A57、A37發布，新增呢一項旗艦 AI 功能。繼旗艦 Galaxy S26系列之後，三星喺25號發布全新嘅中階手機 Galaxy A57同埋 A37。新機主要升級處理器，以提升整體運算同影像處理效能，並且預載最新嘅 One UI 8.5系統界面，首度將部分嘅高階 AI 應用下放至中階市場。Galaxy A57同 A37延續上一代平面機背及邊框設計。相機模組首度加入半透明元素，兩款手機都配備咗6.7寸嘅 FHD Plus 螢幕。A57採用咗 Super AMOLED Plus 面板 ，A37就配備咗 Super AMOLED， 兩者屏幕峰值亮度都提升到1900 nits， 支援120Hz 嘅更新率，並且配備 IP68 防塵防水等級。硬件效能方面 ，Galaxy A57搭載新一代嘅 Exynos 1680處理器，增加咗效能核心，並且強化 AI 運算。CPU 同 GPU 效能較上一代提升咗15%，機身內部均熱板面積亦都增加咗13%。A37亦都配備咗 Exynos 1480處理器 ，CPU 同 GPU 效能分別比上一代提升咗12%同埋19%。兩款新機沿用上一代嘅相機硬件配置 ，A57 配備5000萬像素嘅 OIS 主鏡頭、1200萬像素超廣角同500萬像素微距鏡頭。A37 配備咗5000萬像素 OIS 主鏡頭、800萬像素超廣角同500萬像素微距鏡頭。藉由升級 ISP 影像處理器以及改良嘅超明亮夜拍技術演算法，新機喺低光環境之下能夠有效咁降低影像雜訊。A57 受惠於 Exynos 1680嘅 AI 運算，進一步強化影像處理，能夠精準咁辨識主體同埋優化場景，保留自然膚色，並且提供精準嘅背景虛化效果。系統方面 ，A57 同 A37 預載 One UI 8.5界面，將原本屬於旗艦機嘅語音轉文字以及 AI 選取功能下放至 Awesome Intelligence 智能系列。A57 更加支援影片自動剪輯。A57 嘅機身厚度由上一代嘅 7.4mm 減至 6.9mm， 同 A37 同樣內置5000 mAh電池，並且支援45W 快充。官方承諾提供6代系統更新同埋6年嘅安全性升級保證。受到零件成本影響，兩款新機都輕微加價。喺容量配置上面 ，A57 提供8GB 加 128GB 至 12GB 加 512GB 4個版本 ，A37 就提供6GB 加 128GB 至 12GB 加 256GB 4個版本。受 RAM 成本上漲影響，兩款新機嘅定價都比上一代加價50美元。A57 售價由550美元起，A37就由450美元起。